牡丹社事件，1871年，宫古岛的岛民去琉球那覇，向琉球国王上台朝贡。转去的时拄着风台，因船仔顶有69个人，3个人不幸淹死，66个人漂流到台湾南边的所在，号做龙礁，也就是咱西前恒春半岛。因上岸了后，来到八窑这搭。无细字入去排湾族库苏这个部落，因为语言风俗无共，至到5岁，有54个人互杀死，另外12个人去甲保力庄，有得到杨友王等等的人甲因斗相共，尾手对凤山县，护送因到台湾府城，才阁经过福州倒转去琉球。当时琉球王国表面是明帝国的属国，毋过实际上自早已经是日本势力的范围啊。因为民国实施海禁，日本迄阵是借琉球王国来朝贡，实际上甲中国咧贸易通商。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，国力愈来愈强，渐渐有野心，要向外发展。宫古岛岛民互杀死的代志，互日本有借口出兵。1874年5月，日本中将西郷滋久密子对日本那加萨奇出兵，日本军借巨山来掩护，伫茶城射寮港上陆。现此时，咱若去到海参馆入口边仔，就看会到一座纪念碑，纪念日本军队上陆。日本军队上陆了后，军队分三路去拍牡丹社甲库苏。北路的通过凤港、尼奈，为后壁包围牡丹社；中路的行咱现此时屏东199县道，通过四重溪、石门，伫石门古战场遐，甲牡丹社拼输赢。南路的是通过德社去拍库苏。日本军队的兵力甲火药拢真强，毋是真困难，就征服牡丹社甲库苏。颠倒南台湾气候翕热，阁有瘟疫症，互日本人真艰苦。日本军队有3000多人，看病记录竟然超过16000摆，有影不止食力。尾手清帝国的钦差大臣辛保征有来处理。因为西方国家有互因真大的压力，英国公使嘛来周旋。终其尾，清国政府赔偿50万两银予日本，日本就安尼收兵退军。即摆战争结束了后，琉球王国就变做日本的属国。清国政府自鸦片战争开始，过洋的事务到即个时阵才真正开始震动。特别是伫沿海海口较险要的所在，有起造袂少西洋式的炮台，上出名的就是辛保征起的二坤新炮台。现此时海参馆边仔有日军登陆纪念碑，若行屏东199县道甲统埔，有琉球54番面望。石门古战场头前的山轮仔顶面有西吴都督遗迹纪念碑。边仔有日本军队的忠魂碑基座，这拢是牡丹社事件的历史记录。